是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咱的法律对成年，也就是对长大人的认定，刑法甲民法是无共款。刑法是18岁，民法是20岁。讲安尼是造成少年朋友真大的无方便。像你喺20岁之前，若要办就学的贷款，若要签约来税厝，或者是要买手机啊，拢爱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另外，18岁就会当投公投票，但是20岁才会当投选举票。种种的怪现象，所以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来修法，希望把民法成年的年龄降到18岁。能够寻求民间的习俗代表长大人，不过若是以法律的角度来看，几岁长大人无共款的法律规定无共款。各个大学里，将近有一半的同学在18岁以上，然后未满20岁的这个年龄的区间，日常生活在校园中，牵涉到许多受限于民法的行为。目前民法规定20岁才成年，不过刑法是18岁成年，所以讲18岁都要负起刑事责任。不过民事责任却是20岁。公投法规定18岁会使投公投票，不过若是要投选举票，都要符合民法规定的20岁。另外，像18岁会使买大乐透，若要买运动彩券爱20岁。18岁会使伫超商买烟买酒，不过都要到20岁才会使伫机场买免税烟。要有办学贷、签约租厝，也是买手机啊，无满20岁，拢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无共个法律规定，造成生活上真无方便。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微小的不便，事实上，它很有可能会实质的影响一些弱势青年的他们在生活上遭遇到的非常极大的不便。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表示讲，90年前定的民法成年年岁规定已经落伍啊。透过拜会各党团，希望讲立委优先审查民法成年年岁修改为18岁提案，在这个会期结束前完成修法，和少年囡仔有更加侪自主的权利，嘛负起相对的义务。